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記》下卷第10章。后来，亚捫人的王拿哈死，伊的囝哈伦煞接伊做王。大卫讲：我要好款待哈伦，亲像伊的老爸拿哈好款待我安尼。大卫因为哈伦的老爸死，就派人神去慰问。大卫的人神到亚捫人境内的时，亚捫人的领袖甲因的主人哈伦讲：大卫派人来慰问你，你想讲伊真正尊敬你的老爸哦？大卫派伊的部下来见你，敢毋是要详细侦探这个城，看要安怎甲咱征服？哈伦就掠大卫的人神，甲因的喙手剃一半，搁剪断因的衫下半截，互因露出下体，然后赶因倒去。有人对大卫报告，大卫就派人去接因，因为因感觉非常见笑。王讲：留点耶利哥，等候喙手发长才倒来。亚捫人知因惹大卫生气，就找人去请伯利合甲索巴的叙利亚人，步兵2万，甲马加王的人1000，多别人12000。大卫听见，就派约押带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。亚捫人出来伫城门的头前排阵，索巴甲利合的叙利亚人、多别人甲马加人另外伫野外排阵。约押看见伊的前后拢有对立排阵，就对以色列精兵的中间，搁再拣一寡勇士出来，排阵要抵敌叙利亚人。约押将其他的兵士交互伊的小弟亚比斯，因就面对亚捫人排阵。约押对亚比斯讲：叙利亚人若比我较强，你就来帮衬我；亚捫人若比你较强，我会去帮衬你。着坚强，着为咱的同胞甲咱上帝城勇敢出战，上帝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约押带伊的军队进前，甲叙利亚人交战，叙利亚人战败，就伫约押的面前逃走。亚捫人看到叙利亚人逃走，嘛伫亚比斯的面前逃走入城。约押就对亚捫人遐倒去耶路撒冷。叙利亚人看到家己杀死以色列人，就重整军队。索巴王哈大底下派人去幼发拉底河迄边调叙利亚的军队来，因就来到希兰。哈大底下的将军索法带军队来，有人报告大卫，伊就调集以色列全军过约旦河，进军到希兰。叙利亚人排阵甲大卫交战，叙利亚人杀死以色列人，大卫杀死叙利亚的战车兵700人，马兵4万，搁将因的将军索法杀死伫遐。哈大底下属下遐的王看到因杀死以色列人，就甲以色列讲和，归顺因。对安尼，叙利亚人就毋敢搁帮衬亚捫人。